賣地政策係連續性嘅、連貫性嘅，你可以推少啲，但係你唔能夠唔推嘅。而家咧就入伙冇幾耐都租盤都冇埋，即係消化能力好強。喺呢個情況下，既然房屋都唔算供應好多，咁冇理由叫政府停止賣地嘅。當你跌嗰陣時咧，銀行就會同你講，即係話：喂，你個股價、你個借貸你要調整啦。呢個真係要講下，即係你做投資者咧，一定要負責嘅，冇邊個一定贏嘅，冇邊個一定輸嘅。咁我哋都賣啲啦，賣幾廿億啊、50億啊、49億啊，俾人唱啊！大家好，歡迎收睇最新一集嘅股壇事件啊！我係浩德，咁啊今日坐喺度做主持，喺左邊當然有施老闆先生你好，咁亦都有位非常之重量級嘅地產嘉賓啊，身體體重就係紀惠集團嘅湯博士，湯博士你好。你好，你好。請得湯博士上嚟，跟住同阿施生交流一下，即係樓市嘅睇法啦。咁就政府喺最新嘅財政年度咧，就嘅關於個賣地計劃，就係諗住推出8幅嘅住宅用地啊。咁啊，係咪代表緊即係政府對後市仍然比較樂觀咧？不過即係有前自由黨嘅主席田北俊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建議，不如就停售住宅地2年，就好似話出呢個政府唔想地價再跌嘅訊息喎，咁兩位覺得停賣地係咪可以救到市咧，還是覺得係治標唔治本咧？我想問下湯博士先啦。我自己咁嘅認為咧，即係呢個賣地政策係連續性嘅、連貫性嘅。你有冇見個市好啲又即係推多啲地，或者冇生意又推少啲地，唔能夠即係你每年你可以推少啲，但係你唔能夠唔推嘅。即係如果政府真係停賣地2年咧，我有個擔心，個樓市真係反彈咧。啲人係買唔到樓，啲人又會出嚟嘈，或者就算有啲人冇心機買樓，佢都會出嚟嘈。你政府啊幫啲地產霸權啊，幫啲投資者啊，幫啲地產商，咁咧啲人好慘啊！啲人講你不如咁，你不如正正式式一路推地出嚟，一路推地。咁你8幅地就幾千個單位啫嘛，實際好少嘅啫，好老實。即係啲人仲有個主動權都唔係響政府度嘅，仲有響地產商度，嗰個地產商如果賣唔到地、賣唔到樓嘅，佢都唔投，會俾個好低嘅價錢佢，政府接唔接受咯咁就。咁我估計咧，因為而家咧佢政府咧低價都會接受，因為得8幅地㗎嘛。樓地我覺得都可以，不過就應該黃少少先。即係黃翻少少先，即係歐地都同意嘅，因為而家咧，我形容而家呢個賣地政策咧，就2餸飯咁做。2餸飯，即係我幅地8幅地俾你，你就係呢8幅地話，即係你入去2餸飯嗰個地方嗰度食飯係呢幾個餸㗎啦，有魚有菜啊，係咁㗎啦。但係如果你可以歐地咧。有啲地產商即係歐地咧係方便佢自己，或者為佢自己有協同效應嘅。佢可以出多啲錢嘅。如果等你政府去開發到嗰度咧，真係蚊瞓，佢勾出嚟，佢勾出嚟咧，佢一定係到價嘅，一定到價。所以政府應該係雙管齊下嚇，即係你可以接受歐地，歐地合理價我咪俾你勾咯，歐地咁即係你去到。茶餐廳咁嘅早餐 A、B、C、D 都響度嘅，但係你可以叫乾炒牛河㗎，杯咖啡俾原價咪得咯，即係理論上我覺得係咁咯。歐地我覺得得，不過而家咁環境，你地產商都未必會歐地住咯。明白。先生咧，對呢個賣地同埋歐地8幅地咧，其實唔算多嘅而且佢都係細幅嘅，加埋都係幾千個單位，咁。純粹以推出咁嘅量咧，都反映政府覺得而家嘅市場唔算好興旺嘅，推得多未必接受到，所以佢適量地調低咗嘅，同高峰期啊或者正常時候都低咗嘅。至於應唔應該停止賣地咧？97上次樓價大跌之後咧，宣9招入邊，其中最重要一招咧就停止賣地啦，停止起公屋啦，停止起居屋啦，公屋居屋都停啦，何況私人用地咧？咁呢個係緊張時期，真係樓價嗰陣時係跌咗差唔多70%㗎嘛，即係香港普羅大眾都資產大量蒸發，社會嘅消費意欲啊、投資能力都不足，所以咧就非要
大刀闊斧地救市不可。嗯咁而家咧就未曾去到嗰個程度嘅，所以我都認為唔適宜停止賣地嘅。點解有時有啲人會覺得係咪要停止賣地咧？就係而家社會上有一個錯覺，錯覺係咩咧？樓宇供應過多。咁點解會有呢個錯覺咧？佢淨係睇發展商手頭嘅貨尾。咁發展商手頭嘅貨尾咧，而家係偏多嘅。咁但係呢個只係反映成個市場嘅一個部分，冇反映到二手市場啊，冇反映到租賃市場啊。我自己覺得香港嘅樓宇供應咧係唔足夠嘅，或者起碼唔算好充裕啦。完全唔係同大陸嗰啲即係開發過度大量空置嘅情況。喺住宅市場嘅空置率咧，而家都係4個幾唔到5%，咁屬於一個自然空置率嘅範圍。咁點解發展商又貨尾咁多咧？係因為香港嘅投資信心係喺一啲唔同嘅 KOL 唱淡嗰啲人嘅影響下咧，就受到壓制嘅。當然除咗有人唱之外，亦都係有個實際情況。內地嘅經濟下行消費力度不足咁好重要嘅原因都係中美角力嘅時候咧，好似係美國不斷出招，中國咧就你話接招就得，捱打都得咁嘅情況，內地啲人咧就覺得唔係好賺啦你即係同美國嘅角力唔算佔上風啊嘛，所以佢哋係比較擔憂嘅，連儲蓄嘅增加喎，消費又減少喎咁而家咧有 DeepSeek 又有電動車有啲鋰電池即係中國貿易其實唔差過美國。美國一路貿易赤字上升，中國貿易總額上升，盈餘上升，唔賣去美國，賣去世界其他地方啫嘛。咁貿易上其實唔係咁差，加上科技嘅壓制由美國都唔算成功嘅，所以而家內地咧就個信心係大翻啲，咁股市又升翻啲，咁我相信如果嗰個投資氣氛一改善咧，香港咧啲租樓嘅人又轉翻去買樓嘅。而家咧大家係擔心未來價格會跌，為咗迴避嗰個價格下跌風險咧，有啲人去咗租樓唔買樓。點解話供應唔係太多咧？如果供應係好多嘅，租金都唔會升啦，大把你揀。而家唔係喎，你啲新盤一入伙，喳喳聲就租晒㗎啦。以前有新盤入伙咧，嗰區嘅租金咧就會被執低㗎啦，因為個個業主入伙租出嚟啊嘛。而家咧就入伙冇幾耐都租盤都冇埋，即係消化能力好強。咁呢啲咧係住屋嘅需要，不過唔喺買賣市場反映，去咗租務市場。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既然房屋都唔算供應好多，咁冇理由叫政府停止賣地嘅咁至於勾地咧，咁以前行過係有好多缺點嘅。一個咧就政府失去主導權，要人哋勾你先至賣得喎，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就勾地而喺呢個情況下唔適宜嘅，因為另外勾地有個問題咧就係勾嗰個人毫無好處嘅，勾到出嚟要近嘅喎，亦都唔係你獨家嘅喎，勾咗出嚟大家一齊 bid 嘅啫嘛，一齊拍賣咁勾嗰個有咩着數啊？我去勾，到時唔係話今朝去勾，下晝拍賣喎，幾個禮拜前勾咗，世界變咗，我都要近嘅喎，又要落咗訂先喎。所以勾地咧以前係搞到啲地賣唔出嘅，唔係一個好嘅方法。
因為喺歐地申請嗰個就係要包底嘅係咪？如果係啊係啊冇人拍就要包底。同埋歐地都要有唔係話山卡拉有一塊你中意去嗰度發展就去歐，政府都要攞出嚟俾你列入歐地表嗰啲，你先歐得噶嘛。我覺得呢個係以前政府真係驚供應過多，驚到有啲失衡，先至將嗰個政府賣地嘅主導權都放咗落地產商度。雖然地產商我覺得整體嚟講，佢覺得歐地都好嘅，因為歐地佢可以唔歐啊嘛，起碼唔歐咧唔會攞塊即係賣唔出嘅地推出嚟賣，影響個市場噶嘛。歐得出嚟就係要咁嘅市場都唔會太差，但而家嘅市未去到嗰個田地，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賣8幅恰唔恰當咧？賣到就恰當咯，賣唔到就多咗啦。咁而家嘅情況，我覺得喺處改善緊嘅，即係股市升到23000啦，23000呢度浮沉咗一輪，打緊底，呢個將來成為新嘅基礎嚟㗎啦，股市旺啲，投資者就信心好啲。其實啱啱過去個禮拜咧就話一手市場係好活躍嘅，啲人抽籤都後面排後都抽唔到，都有時都聽到好多喺處嘈嗰啲投訴嚟到我度，話先生我跟錯你啦，跟你都買唔到嘅。我話唔係，我哋梗係盡量幫你去抽㗎啦，係嘛？抽中你都開心啊！抽唔中都冇辦法啦。即係入咗標係抽㗎嚇。即係而家入標好多時抽唔中，投訴係抽唔中。即係我相信如果個市好啲咧，發展商感受到咧，佢就會價錢會企翻硬啲㗎啦。我想買到好容易啫嘛，賣貴啲咪前面有人買。我跟你啲伙計就搞掂㗎。我女買樓，佢話買樓佢要抽，我就問啲伙計：喂，唔使抽得唔得啊？得，你買4間啦。個組別唔實冇人啫嘛。咁你有冇聽佢講啊？有㗎，買咗。咁你都真係好嘢喎！買1間變買4間，哇！你以後好多人跟住你㗎。真係。因為係而家仲揸住㗎，即係響龍山半島喎。發展商而家有啲係買4間啦，買2間啦。如果你買1間就排後面啦。你買1間就要抽個機會係低啲啊嘛，2間又好啲，3間好啲。佢話4間冇人，4間得你一個組別，咁一實得㗎啦。咁啊有時搏下嘛啲投資啊。所以施生同湯博士對個住宅嗰個睇法都應該係嚟緊都係偏向樂觀翻少少。我覺得今年係有機會見底回穩啦。咁湯博士之前喺唔同嘅媒體都講過，其實應該係對香港住宅樓市嘅睇法。實際咧香港咧就最緊要個人口。第一個人口，我哋響疫情嘅時間有好多人走，真係好多人走咗30-40萬嘅。咁啲人跌咗，咁政府又唔適當時間咧。冇引用啲人嚟喎，你好似而家咁啲優才專才咁咧。如果當時開放咧，就真係好好多。嗰陣時就第二咧，連辣椒都冇切喎，要俾30%稅，邊度有人買樓啫？你即係我話你政府即係去到好似咁冇辦法啦。啲人走咗，你 MPF 睇到噶嘛？走咗咁多人，而家都各跟時而作飛㗎啦，都。而家唔係，咁唔好理啦。而家已經係做咗。啲人真係嚟咗，我好多朋友嗰啲仔女咧都嚟晒，因為好多嚟咧就係做緊呢個去讀書，唔係讀大學添，係讀中學添。咁啊讀中學咧就係嚟讀中學嗰啲好多都要買樓嘅，因為個阿媽同佢一齊嚟，咁啊陪仔子讀書買埋樓，讀大學都未必，因為佢哋可以住宿舍，去住宿舍。咁啊嗰個我哋而家好奇怪，我哋香港咧。即係嗱，New York金融中心啊、Boston 啊、學術中心啊、教育嗰啲啊，香港係集兩樣嘅，金融同學術同埋醫療。咁我哋自己唔爭氣就冇好講啫，咁好機會。咁我又真係唔擔心啊！而家即係啲人咧係而家越嚟越多人嚟，雖然話喂，而家個零售仲係差啲，咁啊冇辦法啦，因為你真係走好多，因為過去疫情嗰段時間咧，好多鋪頭咧。
係守住呢個疫情，守住盤生意，輸咗好多次。嗯，佢開翻咧，佢就算有錢賺，佢要還翻以前啲錢咧，佢不如刪咗佢，不如執咗笠。我都有啲租客都話：你不如執咗笠啦，我都費事睇啊！你多幾年啦，如果你啲仔女好啲，你有能力，你再東山再起好過，真係。因為費事咧，真係你咁呢個就係而家開始多咗好多租客翻嚟，同埋係而家呢套客優質嘅。國內啲租客嚟，國內啲租客嚟，咁你就可以執笠，我哋唔執得笠㗎，好多人喺處揾食㗎。我知道，咁樣冇辦法㗎啦，真係。另一個咧，我諗觀眾好關心嘅問題咧，都問下湯博士喎，因為知道咧你嘅集團啊，幾個集團就商業嘅物業咧，好似都有啲消息係一路沽緊喎，係咪代表睇淡未來寫字樓嘅市場咧？淨係即係或者問下湯博士親自講解釋一下。唔係呢個真係要講下，因為咧頭先大家好明白嘅樓市咧，就住宅方面即係中原指數咧就跌咗30%嘅，就接近3年27-8%啦。喺高位係。但係商業物業咧。寫字樓仲跌得仲多嘅，因為個供應太多，優質個供應太多，咁啊跌就冇辦法啦。咁當你跌嗰陣時咧，銀行就會同你講，即係話喂，你個股價、你個借貸你要調整啦。咁調整咧，我哋一路都 OK 嘅，因為舊年頭到今年咧一路 OK 嘅。你經過4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咧個估值跌咗咧，你 top up 嘅補差價。第二咧，佢銀行就話，我哋要放少啲錢向房地產，咁咧佢就將你個借貸比率降低50%或者5%或者10%。第三咧，佢話：喂，你要俾一啲錢 PRI 即係 principal interest 嘅，擺喺我度，但係半年至1年嘅供款，但係唔係話預繳喎？你擺咗呢個喺度咧，你繼續要供喎，即係呢個又係吸納咗你一啲現金。咁第四咧就係你個租金收入咧唔夠咧，咁你現金流不足，你就要補。咁佢要做到呢度，我哋第三都做咗㗎啦。第四覺得喂租金因為疫情之後租金跌咗，好啦冇辦法啦，咁啊買啲嘢走咯，買啲嘢走。咁我哋都要 fulfill 銀行嘅要求，即係冇你冇辦法，即係咁我哋即係我集團去拎50億嘢出嚟賣，唔係話要賣50億嘢。我諗賣10零20億啊 OK 㗎啦，不過你唔係拎乜嘢出嚟買嘛，咁我都好多阿先生啲貨佢都幫我跑緊㗎，即係已經差唔多㗎啦，真係。咁你即係我都覺得銀行係有責任去管住，我絕對冇一個新大華銀行唔啱，因為我覺得銀行係有責任去管住借貸方面。唔係，否則咧去到好似97咁咧就亂晒路。咁啊，而家就係辛苦，但係即係唔足以話搞亂個公司個步伐係辛苦。咁啊，我覺得就係正常啦。即係我冇話你銀行追我差價，搞到我要買嘢，唔係，因為你個租金係收入，如果利息高，租金捱唔住啊嘛。咁你即係你做投資者咧，一定要負責嘅，冇邊個一定贏嘅，冇邊個一定輸嘅。咁我哋都買啲啦，買幾廿億啊，50億啊，49億啊，俾人唱啊，而家好慘啊！都應該就賺住走噶嘛，係嘛？嚇，都係賺住走噶嘛。賺住走嘅，有賺有蝕嘅。唔係理論上蝕就冇㗎，因為冇人話咁正。但係俾人講蝕㗎，點解嗱？譬如我哋有個物業已經賣走啦，1800蚊一尺買翻嚟，咁我跟10800蚊一尺走，咁 OK 啊。但係呢個物業曾經去咗18000蚊嘅，即係估值1萬蚊。咁有啲人就話我蝕咗40%，咁我都唔識點，咁啊即係賭錢咁啫。我不如我入賭場拎1萬蚊入賭場，我走嗰陣時我贏到4萬。High water mark 就蝕咗，嚇。同買日價就有錢賺，係咁嘅意思啊？係咯，咁你買即係我哋有啲嘢早入貨啊，有啲全部你自己錢冇問題嘅。即係咁又冇辦法，咁就變咗有啲覺得蝕，唔係冇嘅，蝕嗰啲未賣嘅，即係一路優質業務，咁我哋買一啲賺錢㗎啦，俾人睇賺錢。咁啊，如果我哋集團比例賺同蝕咧，即係10比1到啦。
即係10件貨，10件貨，一件即係10件貨有1件輸啊！咁都叫做好係咪啊？好，即係咁所以咁而家呢個咁嘅調整，你覺得係即係除咗係你哋集團或者可能個市場個市場就係調整係好正常嘅，即係而家都太弱流強嘅，即係我哋出啲貨都好靚嘅，真係好陰功，我自己都唔捨得㗎。不過即係你一定要而家咁嘅環境，一定要靚貨先出到，咁你一定要將你個借貸比率降到個安全水平，銀行合理認為你合理啦，咁啊，你先係對你個投資對銀行負責。唔係雖然話我好有信心佢會升翻，但係佢唔升點啊？佢繼續跌點啊？咁你學咗人哋噶嘛？你一定要買一啲嘢走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實務嘅調整啊。係咪？我不過跟你做投資者，你唔係得個你投資者唔好將你嘅願望變為預測咁就死啊！即係你先生咧，先生對個寫字樓市場個睇法係咪？寫字樓市場由於供應過多，變咗都有一段消化期嘅。佢差唔多空置率已經2位數字㗎啦，2位數10幾%咯，10幾個%嘅。咁同埋亦都有啲陸續都仲會入伙，咁啊變咗我睇租金仲有壓力啦。一般估計今年可能都仲有5% 到嘅下調。咁通常寫字樓市場咧就有一批用家咧就係租嘅，買賣咧就靠投資者嘅。咁租金未跌停咧，投資者就唔會咁快出嚟買字嘅，所以而家咧市場上係好缺乏資金。咁肯買嗰啲咧，都係想執死雞嘅啫，哇！撳到你死下。而家咧買我哋寫咗嗰啲咧，10個之中有8個係用家嚟㗎，即係傾嗰啲人全部係用家，買嚟要用㗎。咪用家咪俾到價咯。佢俾到價，同埋咧佢就咁，佢即係點啊？我哋通常咧就係有6個月通知期，如果我買咧6個月通知期走，佢買咗之後咧，佢就通知人哋走㗎啦，就係佢裝修過晒。即係嗱呢啲用家出嚟，啲用家咧就係佢可能喺國內有啲係國內嘅，有啲係國內嘅。佢話我買嚟用㗎，呢個實際咧我都開心，即係投資者就未出嘅，嚴格嚟個投資者未出嘅。湯山實力雄厚，所以可以慢慢守住等用家。咁有一啲人急㗎嘛，急嘅咧嗰啲有啲錢喺手嗰啲就撳你㗎啦，撳到你飛起添，即係咁而家都有一啲資金啊專收呢啲不良資產嘅，咁嗰啲咧就攆到你好盡㗎啦。咁啊做生意係咁㗎啦，你有錢，你有錢啲人咧，譬如由投資者，如果你今日仲有錢去買嘢咧，即係代表你錯失咗好多機會㗎啦。機會梗係輪住嚟嘅，真係啊。好，咁第一節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咧第二節翻嚟講一講股市話題。過去1年多咧，私基金個表現，如果喺同類型基金嚟講，究竟係中上啊、中下或者中間嘅水平？好過平均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行家都睇大陸好淡，咁我哋就始終去到8月開始覺得即係大陸嗰個情況可能未必比想象中咁差，都繼續去堅持去又揸住啲即係偏估值低嘅股票，同埋即係啲質量好啲嘅公司啦，尤其是嗰啲互聯網公司，我哋本身嗰個注碼都唔細嘅。尤其 DeepSeek 嘅出現咧，就令到大家對內地科技股嘅信心有加強。呢一個大方向我哋買中咗。好多基金經理都唔中意答嘅，但係觀眾應該中意聽嘅。如果恒指今年俾目標價，你想俾幾多點咧？